阿龙小书店，各位线顶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《做工仔人》Podcast。真欢喜，佮和各位伫空中再相会。今仔日，咱要经阿龙节目内底有讲到的一块词，来和各位朋友做伙做参考、做研究。今仔日，咱要来讲一个甜无听咧，无听咧，就是无听到。甜是假影、假仙的意思，嘛有人讲做甜，这是腔口差，意思拢同款。甜无听咧，就是假做无听到，甲假影有关系，有一寡词，咱嘛顺续小解，互大家来了解。甜青嘛有人讲甜青，同款是假毋知的意思。甜笑就是假笑，阁有一个介趣味的，就是甜凊笑。这是冷笑的意思，要干那讲凊笑嘛会使。最后做一句例句来分享：你免伫遐甜笑六点，这臭空是谁起啊出来？大家心内有数。甜笑六点就是结空结戆，这个甜阁有出来的意思。甜使甜热，就是出力放使热。这担头真重。爱甜力，才担会起来，就是讲爱激力，才担伊会赢。甜，搁一种是出力甲目睭舔甲足大蕊安尼，像讲你目睭甜甲遐大蕊是要创啥？我敢有讲顶答？搁像讲阿桃，哈，你免着惊，目睭嘛免甜甲遐大蕊，要钱伫遮，要爱拢摕去啦。安尼。咱今仔日的阿龙小书店就小解到这，请各位听众朋友继续甲阮支持甲鼓励，有闲阁来哦。